名校阿 Sir 鬧學生係狗，校方死攬。話我係劉太啲狗，將我同劉太個仔阿 Nicholas 中間嘅友誼去扭曲做我去攞劉太嘅利益。呢個同學仔因為阿爸同另一位家長劉太反對學校喪加學費，結果同劉太個仔處處俾老師針對啊！學校尋日就開特別家長會，想為事件降溫，而被視為異見分子嘅劉太都有出席㗎。咁據了解，助理校長喺台上猛咁讚侮辱學生嗰位葉 Sir， 平日幾受學生愛戴喎。啲家長就喺校方影響之下，係咁鬧向傳媒爆料嘅兩個家長。校方仲話會保留權利向傳媒追究法律責任喎。寫嘢你班粉腸個個坐晒喺度，我唔出聲，我幫佢剪開個紙眼。你無啦去美國旅行，跟住你喺個貓窿跌咗出嚟，咁你就係美國公民㗎啦。但點解要用呢啲口吻教學生呢？校方就冇解釋啦。亦都聽到咧，入邊有啲同學竟然咧就會覺得咧，佢用呢啲咁粗鄙嘅語言咧，原來咧就係好正、好新潮。咁我覺得呢樣嘢我都聽咗都好驚訝。主角葉 Sir 就喺大會話，自己成日都俾人投訴㗎啦，今次係大人嘅事，唔好搞到小朋友喎。校董會主席田北辰就宣布會成立委員會調查，但阿葉 Sir 呢，學校話佢仲係清白㗎，唔使暫停職務噃。